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菜更做公益，大家125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今仔日是礼拜，提早分享几套版路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版是日期版的二中医，咱从5月初开始，咱用日期合数28、295期即届1、2、3、4、5用日期合数。01合数28、29、27、28下两期1、2开27个。07合数28、29、21、22下两期1、2开21个。13合数28、29、15、16下两期1、2开15个。19合数28、29、09、10下两期1、2开10个。24合数28、29、04、05下两期1、2开04个。30合数28、29、37、38下两期1、2，这就是6月初2拜一要用的。37、38二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版是加码二中医，咱对5月初8开始，3期即届1、2、3、1、2、3，固定3期即届。第4期28减17、11减13、15、11、15下6期1、2、3、4、5、6开15个。27减17、10减13、14、10、14下6期1、2、3开14个。25减17、08减13、12、08、12下6期1、2、3开08个。25减17、08减13、12、08、12下6期1、2、3开08个。21减17、04减13、08
0408下六支723開04的24+1707+13110711下六支7234566，這就是6月初2拜一要用的0711學中醫，互各位朋友做參考。即版是枸杞，咱今仔日來分享2版枸杞，互各位朋友做參考。咱對1月18開始，3五第4期，下7期，固定減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咱為20開始，20減5一五，3五下7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。6、7一五，一五減5，一空。3五下7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一空。一空減5，空5。3五下7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這就是6月初2拜一要用的空5枸杞，互各位朋友做參考。即版是加碼的枸杞，咱對5月17開始，2期一屆，1、2、1、2，固定2期一屆。第2期09+16，25，下1期開25的。22+16，38，下1期開38的。08+16，24，下1期開24的。100+16，34，下1期開34的。08+16，24，下1期開24的。100+16，34，下1期開34的。100+16，34，下1期，這就是6月初2拜一要用的34枸杞。
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分享各位朋友做参考。爱去看煞，爱甲大吉大利有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